都話咗你哋噶啦，識唔識都要打開個機頭蓋望下嘅。玩路虎玩到5.0機增，你都算玩到頭，一定會爆水管嘅。可以漏油嘅地方都好多。機增個泵頭咧到咗一定米數，都一定會異響嘅。咁好消息係你喺一架7萬幾公里嘅攬勝上邊，唔太會有嗰啲問題。真係唔放心，翻去將全部水管換一次，唔使得你幾多錢嘅啫。路虎攬勝5.0 SCV8AB 專崇創世加長版，廢活量差啲讀齊佢個名，你都要換氣。新車官價264萬8，落地向住300萬去噶啦。17年上牌79000公里，市區油耗唔到20，都接近20噶啦。行高速可能慳啲，10左右拉勻你都10大幾。你當佢2米1公里就冇錯噶啦。首先張凳有好多額外嘅調節項目啦，上半部分膊頭位都可以調嘅，溫莎皮摸起身啲觸感真係舒服好多。同埋一個冷知識咧，路虎嘅座椅皮係特別之襟用嘅，你哋真係去二手市場行下，望下啲真正大公里數，講緊20萬以上公里嗰啲路虎咧，啲凳最多就係有呢啲小折痕呢啲咁嘅使用痕跡嘅啫，佢唔會用到爆皮啊爛啊成嘅。咁啊非要挑毛病就葉子板嘅少少鈑金啦，套22寸鈴唔係原裝嘅，個款都可以幾好睇嘅。如果你玩過幾架路虎仲未玩過5.0嘅，一定要試下。